中国和日本外交部长通电话，这是日本外相林芳正上任后首次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话。据共同社报道，除了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林芳正也对中国公务船持续驶入尖阁诸岛、香港、维吾尔等问题表示关切。美国传媒周五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多个情报机构本年春天得悉，中国秘密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临近某处港口新建怀疑军事设施。经拜登政府多次警告阿联酋后，上述计划近期已经停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宣布，如果对网球运动员彭帅提出的性侵犯指控得不到满意回应，将撤回在中国举办的数千万美元的赛事。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近日发帖指控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失踪已过10余日。张高丽2013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是与习近平主席关系最亲密的人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正在考虑对定于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拜登告诉记者，我们正在考虑此事，将选择不派遣政府官员代表美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但允许美国运动员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英国正在考验法国的耐心，并表示英国未向所有法国渔民发放在英国临海捕鱼的许可证。马克龙表示，英国在脱欧协议的执行存在问题，英国正在试图考验法国的耐心。马克龙强调，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法国，还涉及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挪威。据中国外交部官网周五发布的消息，中国和印度政府多个部门代表本周四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视频工作会议，双方同意将筹备新一轮军事指挥官会谈，继续推进西部争议边界争端的解决。美国监狱中有超过200万名囚犯，估计每年有3万至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研究表明，美国监狱中高达80%的皈依者更愿意奉行伊斯兰教，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是非洲人后裔。